屏东县是全国水道水普及率上界嘅所在，到今年民众厝内面接水道水的比率总算是破60%。不过，也有6个乡镇，甚至是屏东市内有5个里，使用水道水的客家无到1成。有一寡时代认为讲用地下水较方便，唔免纳水钱，即系唔装水道水。 水道头甲全开流出来，唔是自来水，是地下水。来到屏东市海丰社区，家家户户拢有家己的井，居民生活拢抽地下水。以来我用马钱洗碗、洗菜、洗身躯，用地下水。规个海丰地区5个里拢无自来水，居民拢讲真惯势。毋过半冬前捌抽无地下水，最近县府嘛咧推设自来水，开始调查里民意愿，按算每年动工。半年前吼，智慧我看拢一直在抽无水啊，较深的、较浅的拢只有抽无啊，抽无就一个电弄。反对的人是要足济啦，都无人爱弄，我嘛无爱。甲阮厝边大个嘛，讲这弄落咱都抽无水啊。 目前，屏东县也有联络内埔、德田等6个乡，甲屏东市5个里自来水接无到1成，全屏东自来水普及率今年才到61%。厝离咱迄个台水的管线，那伫即个25公尺以内，阮拢专业公部门拢专业补助即个接管的费用。啊，若超过25公尺以上的，另外就搁补助2/3安尼。除了补助，水利处表示，较浅的地下水加减会受污染，希望民众要是改装自来水较安全。记者邓亚云、罗维做屏东报道。